膽結石咧一般分為膽固醇結石同埋色素結石，亦都有可能係混合型嘅。膽結石最主要成因咧係因為膽囊嗰個膽汁流向得唔好，而膽汁入邊咧個膽固醇高嘅話咧，佢就會沉澱而形成結石嘅。而色素結石咧係因為黃膽素高而沉澱而形成結石。高危人士咧係包括膽固醇高人士啦、女性啦、荷爾蒙分泌有關係啦，有陣時咧孕婦啦、避孕藥咧都會有關係嘅。有7成嘅病人咧係完全冇症狀，有3成病人咧係會食咗肥膩嘢之後咧持續右上腹痛，甚至無發燒嘅。我哋會抽病人嘅血液做肝功能測試。咁肝功能測試上邊咧，我哋會睇個黃膽素嘅數值。如果黃膽素數值咧超過標準情況之下嘅1.5倍咧，就需要做進一步檢查。我哋可以做超聲波。超聲波嘅目的咧，就首先咧去判斷咧有冇膽囊結石，其次咧就會睇有冇膽管結石，甚至乎個膽管有冇膨脹。如果膽管膨脹，亦都加埋膽管結石嘅話咧，就需要做內視鏡逆行膽管造影。逆行內視鏡膽管造影咧係一個內窺鏡嘅方法咧去睇個膽管。個內窺鏡咧喺個十指腸嗰度咧可以逆行去照個膽管。如果發覺有膽管石嘅話咧，可以同步移除個膽管石。膽結石會引起嘅併發症咧係包括急性膽囊炎、急性膽管炎、急性胰腺炎同埋膽囊癌症。急性膽囊炎咧係因為個膽囊石咧影響個膽囊發炎，咁病者咧有陣時咧會尖寒尖凍啦、發燒啦，嚴重起上嚟咧需要做急症手術嘅。急性膽管炎咧係因為嗰粒石咧影響個膽管而從而發炎，咁病者亦都會尖寒尖凍，嚴重起上嚟咧會身體會發黃嘅。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就需要做緊急嘅逆行內視鏡膽管造影術。急性胰腺炎咧係因為粒石咧係跌咗落去咧，影響個胰管而從而發炎嘅。咁病者咧會背脊痛，因為胰腺咧係屬於腹膜後嘅器官嚟嘅。嚴重起上嚟咧，有陣時會病人咧會影響到潰爛性嘅胰腺炎，而需要做急症手術。膽囊癌症咧係因為嗰粒膽石咧係影響個膽囊不斷咁發炎，從而咧係會有基因突變而有影響個癌症發生。咁一般膽囊切除手術咧係分為微創手術同埋開放性手術。現階段咧，因為我哋技術成熟咧，9成以上嘅膽囊切除手術咧都係微創進行。術後咧，如果病人咧係需要注意住飲食，食少啲肥膩嘢。一般嚟計咧，膽囊咧係儲存膽汁，而膽汁分泌咧喺個肝度落嚟。如果個病人咧係控制住個飲食，食得清淡啲咧，就會冇問題。膽結石預防方法咧係食少啲肥膩嘢啦，體重控制啦，同埋做多啲運動，咁就保持身體健康咁就可以㗎啦。如果發現你右上腹痛超過1個禮拜，尤其是食完肥膩嘢嘅，請盡快諮詢你嘅醫生。